程丽啊，这么晚还没休息啊？我失恋了。你啥时候和勋勋恋上的？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？只能是他，傻子都看得出来你喜欢他。有那么明显吗？藏都藏不住。哎，王总他们没逗你啊？他骗我，他居然有孩子。你生气，就是因为他欺骗你，还是因为你在意他有孩子啊？我都在乎。孩子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个晴天霹雳，太突然了。但他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跟我坦白，他为什么不说呢？他有什么立场可坦白的呢？刚入职的时候，他可能需要这份工作，但是不能有孩子。他可能撒谎了，这是他不对，但是他也没有因为孩子的事而影响工作。后来你们只是工作关系，他更没有理由直接告诉你他孩子的事情，直到你们发生了感情，于是这件事情就变成了必须得坦白的。他第一时间向你坦白，站在我的角度，我觉得勋勋在感情上主观欺骗你的可能性不大。可是你知道第一个告诉我的人是我妈，你知道我有多可笑吗？你生气的点是在他不相信你，还是不相信你的爱能包容他的一切，甚至他的孩子？所以你妈拿着这个事情当做理由来挑拨你们。程丽啊，以你的性格，这段感情来得不容易，且行且珍惜啊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还等着喝你和勋勋的鸡汤呢。你要走啊？哦，我说过我没同意你辞职。为了不让你觉得碍眼，我还是去周全家住吧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不会影响你工作的。我还会像以前一样，每天早上替你做好早餐，送你去上班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周全，来了来了。怎么那么慢呀？我要饿死了。走，吃饭去。一王，不是嫁入豪门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干嘛？不吃饭了？吃。咱们可以一起吃啊。那我可吃不下，你们吃吧，下次约。喂，哎，一娃，快上车吧。周全这么多年，怎么脾气一点都没变？上车。周全，我刚送完程丽回家，现在过来找你啊。周全，程丽突然有事儿，我得先过去。程丽，程丽，程丽，你在哪儿？
我试过好多方法，没想到这种太阳能灯最靠谱，比我之前试的好多了。别看灯了，看我行吗？往南郊那边开，路过花店的时候停一下。在门口等我。还切对花粉过敏？他要给谁送花？金慧吗？过敏就离得远一点。程丽，你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对我亲密，今天又故意对我冷漠，一会儿是不是还要送花给别的女生？你故意气我是吗？这就受不了了，这跟我的委屈比起来，才哪儿跟哪儿啊？是我爸。对不起啊，你现在每天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只是想对刚才说的话给你道歉。花程总的钱买最贵的酒，好好喝，别给他省钱。这你爱抽的烟这么呛，真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。这么些年，他那边还好吗？今天是我爸的忌日，你在他面前真的像个小孩子。烦的时候就想来坐坐，跟他说说话。如果他没走，我的人生也会不一样。不一定比现在有钱，但肯定比现在幸福。他肯定还是希望你开心的，特别是在他不在的时候，这样他就不会那么内疚了。怎么了？打火机，我刚才还用它点火来着，那是我爸给我的。可能在墓地，我去找找。哎，妈，我每年才见爸一次，还没跟他说说话呢。
发病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没用，一点也不男人，看起来像个弱鸡。没有啦，挺可爱的。你像一个被拔了刺的刺猬，又萌又可怜。好冷啊，你可以抱抱我吗？你就像个毛茸茸的小团子，好暖和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起晚了。没事，你昨天睡太晚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早餐啊？哦，我饿了，叫的外卖。哦，外卖啊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你怎么看起来有点紧张啊？啊？哦，不是，我觉得吧，好久没吃过外卖早餐了，换个口味嘛，挺好的。刚刚有没有人来敲门啊？有啊。谁啊？外卖啊。好。一起吃吧。哦。多吃点。你一会儿能陪我出去走走吗？好啊。吃吧。唉，没想到周末出来骑车这么惬意。我以前常和周全带着嘟嘟来骑车，然后我们就坐那种双人的，他坐中间。嘟嘟可真幸福啊！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妈好像从来没有带我出来玩过。其实每个母亲都愿意陪孩子的。大程总肯定有他的苦衷。那个时代的女强人真的很不容易。他那么对你，还帮他说话？一码归一码吧。而且如果我是他的话，可能也会不同意我们两个吧。如果你是他，为了保护儿子，你也会撒谎吗？虽然说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，不过对小孩来说，可能有些事情藏着会比真实来得更好。而且每个孩子心理状态都不一样。不过不论是大程总还是我们爱孩子的心都是不会变的。所以即使会有些什么问题、错误，也不需要太苛责，对吧？你是在替我妈圆场，还是在为你自己撒谎找借口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到现在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其实我也不是奢求我们要变回原来的关系，我只是觉得能做个朋友也挺好的。那我得再想想。嘿，快跟上！你有本事来追啊！我追不上你啊！追不上也得追。来，新郎新娘更亲密一点。来，美女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先生小姐你好，我们是伯爵旅拍公司的，一看你们二位那就是好事将近啊。我们诚挚邀请你们来我们公司拍婚纱照。我们伯爵旅拍是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，还可以专门为你们定制个性化的旅程，让顾客呢在旅行中记录美好，同时啊也让你们的婚纱照变得更有意义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是情侣关系。那这是我们的名片。哎，谢谢谢谢啊。来看着我笑一下。哎，我之前学习营销方案的时候有研究过他们公司，还挺值得借鉴的。我知道，他们公司老板楚岩，我之前见过。哦，是吧？哎，好。那个晚上要不我请2个小时假吧，我得去学习一下市场上的营销活动。都快拍完了。好，走吧。看这里。我们这边走。我们的这个核心理念呢，就是幸福感和回忆感，希望能在最自然放松的状态下记录客户的美好瞬间，不管是在拍的那一刻，还是说整个拍的过程，都最终能够成为他们的一段美好回忆。那2位你们先慢慢欣赏。谢谢啊。幸福感、回忆感。勾引，绝对是勾引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莫雨云啊，从一开始他就勾搭会议网，但会议网呢是个中央空调，他既不接受也不拒绝，这2个人就腻腻歪歪，腻腻歪歪。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俩到底有没有在一起过。但人家后来，人家突然宣布说嫁人了，要嫁一老外，特别有钱一个老头，就把他给踹啦。你激动什么呀你？这会议网跟你不就是个普通朋友吗？这事儿你也管不着吧？再说了。人家不就是离个婚回来吗？怎么了？遇到对手意难平啦？不是，我是怕他鉴表能力不行，到时候吃亏上当。再说了，那我得不到的男人，那也不能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就给他收了呀。再怎么着也得是你这种级别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行了吧，你别乱点鸳鸯谱了。你看你上次非得让会议网给我传什么绯闻，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啊？这是我们欠他的。你是不是我的闺蜜啊？我找你倾诉，你从头到尾都在帮他说话。我要不是看你心情不好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其实呢，我今天心情挺好的，我就是找打。和好啦？也没有。不过比之前横眉冷对的好多了。他今天心情不好，所以我带他出去玩了一下。去哪儿了？就是平时带嘟嘟出去玩的路线呢。这个程力啊，做生意的时候还行，平时就跟个小孩没区别。所以我有一种老来得子的感觉。不，是老来得2胎，打死你！别乱说话。对不起啊，周全来找我，我不好意思带回家，所以就去展览馆坐了坐。我知道，我去找你了。怎么了？我找到那个女的住址了。你是问我该不该去，对不对？去吧，我陪你。涂阿姨，你老了，但这房子几乎没变。这么多年，你一个人带孩子，过得还挺好的。其实，你妈妈给了我很多。萱萱，你带孩子去拿一下礼物。好，走吧。你的意思是我妈一直都知道？
得了吗？你跟我妈用保护我的方式隐瞒我，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我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。可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虚假的父亲形象，而是一个真相，能让我面对的真相。你可以怪我，但不能怪你的妈妈。怎么，你们俩现在还成了可以互相理解的关系了？虽然你妈妈性格强势，说话刻薄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她，可我也是佩服她的。她为了保护你，维护你父亲的形象，她隐瞒真相，把所有的苦都自己一个人扛，然后又凭着一个玉美玲从头开始。现在事业和财富都有了，以前我以为抢了她的老公就赢了她，后来我发现我这辈子都赢不了她，因为她根本没有给我一个能跟她一较高下的战场。妈，你看我心想事成，平衡车。哎呀，真的，谢谢你啊，哥。你叫什么？哥呀，难道你要我叫你叔叔？叫哥哥是对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赵岩，你呢？程立。那我们俩合起来严厉。那我先走了，好好学习，再见。什么时候再见？以后每年你爸忌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扫墓吧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陪我去喝酒。大白天喝酒？花生米、毛豆、辣炒花蛤，再来一瓶二锅头。哎，好嘞。菜都一样，味道却不一样了。你以前来过这儿？这里离玉美玲工厂走路不到10分钟。我小时候爸妈去加班，他们就让我在这里等他们，然后点几个小菜，一瓶二锅头，吃完我们就一起回家。老板，再来瓶二锅头。好嘞。你干嘛？你一个人喝多没劲啊，我陪你啊。没有啊。熊孩子，干杯。我觉得我可怜，可我看到赵岩之后，我觉得他比我更可怜。一群不负责任的大人，硬生生给他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人生。程总，程总，你也来了，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啊？大白天的你陪他喝酒，我觉得他喝点酒会好受一些，而且他更需要你陪他喝。妈，我小时候记得你挺爱笑的，
不过这些年你笑起来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。来嘛，笑一个。妈，你也老了，都长皱纹了。好了，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怎么说真话？我看了赵岩那孩子，一比较，才觉得我真的不像我爸。我跟你太像了，绷着脸的样子，死要面子的性格，简直跟你一模一样。唉，虽然我不喜欢你做事的方式，但是这些年，你辛苦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哎呦，小心小心！躺下，躺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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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今天是他的生日，给他做碗长寿面吧。嗯，好。开车。我的长寿面呢？我给你煮了，但你睡太久都糊了。你就不知道等我醒来再煮啊？你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？哎呀，我是想说试一下嘛，万一不好吃呢？哎，你先吃蛋糕吧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噔噔噔噔，这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买的。你疯了吗？干什么呀？我第一次给男生买花哎。这是我第一次收女人送的花。那你还扔？谁要收你的花？万一一会儿又过敏跑去医院？你说吧，干这么无聊的事，到底想干嘛？哎呀，你凶什么呀？我就是想。想什么？说。我就是想，一般男生给女生表白的时候都会送花呀，所以我只能想到送花。前面那句是什么？一般男生跟女生表白的时候都会送花。你要跟我表白啊？嗯。你可想清楚了啊！如果我拒绝你怎么办？我想过这个问题，
不过就算是被拒绝，我也会说的。反正你也被我拒绝过一次啊。这次也算是打个平手吧。我那单纯就是表白，你现在就得先求得我的原谅，这算平手吗？你自尊心那么强，你受得了吗？我年纪比你大，我离过婚，还有小孩，怎么看都觉得我们俩不般配。所以我给自己设置了无数个爱你的障碍，然后胆怯地跟自己说，这样不般配的爱情肯定没有好结果。所以，我怕输，我很胆怯，就像还没上场，我就弃权了。你怎么那么怂啊？我是怂啊。可是我每天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砰砰乱跳。只有那个时候，才觉得我还活着。程琳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也能感觉到你很爱我。程琳，我不想再为了不确定的未来而否定我们的现在。人一辈子很短暂的，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想跟你过好眼下的每一天。如果你不爱我了，我也不后悔的，因为被你爱过，我也很幸运。谢谢你，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你哭什么呀？表白成功了不应该笑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你好像还是爱我的，但是我又怕我自己想太多。傻瓜，从开始到现在，我都很爱你啊。我爱你比你爱我多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其实你早知道停电，故意不告诉我，就是想我回来救你，不是吗？从那一刻我就知道，你爱我，你需要我。还有你不知道的，其实那天晚上线路已经修好了，是我找人拉的闸。你怎么那么心机啊？那谁让我那么容易消气啊？但又觉得自己贱嗖嗖的，不开心，所以不想让你那么快开心。还有，你得感谢王栋。你这个人真的是小心眼。因为我比你小啊，我是弟弟啊。哎，你干啥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拆我的生日礼物。你放我下来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想回房间。不行，太远了。就在隔壁。我现在只能忍受跟你一张床的距离。你脑子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我只是想搂着你而已。晚上不许对我动手动脚。
我在做梦，是真的。